而家又到咗1年1度收綠色炸彈，即係香港個人報稅表嘅時候。如果仲唔知點樣去報稅，呢條視頻一定要認真睇。收到報稅表嘅第一步，核對基礎個人信息、姓名、香港身份證號碼、港澳通行證號碼、有效通訊地址，全部都核對冇錯。第二步，精準填寫全年度薪酬總收入，記住淨係填寫2025年4月1號到2026年3月31號期間嘅所有人工加津貼，唔好多填或者少填，因為僱主都會向稅務局去申報外勞全年嘅薪酬、強積金等等，你填嘅數額要同僱主申報嘅一致。第三步，填寫 MPF 強積金扣除額。如果有買強積金，喺對應嘅位置直接填全年個人強積金扣款總額，系統會自動幫你減免應稅收入。呢一步唔好偷懶跳過。第四步，根據官方免稅額規則，自動扣除免稅額度，具體嘅計算方式可以睇返我之前分享嘅視頻。第五步，簽名確認，選擇提交方式，紙質表可以簽名之後郵寄俾稅務局，不過更加建議使用稅務易 e-tax 線上申報，操作簡單，仲可以自動延長申報期限。收到綠色稅表嘅朋友，記得快啲申報。